早清9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81852个本土病例，中东政府333例，各有104个人死亡。后壁2个数字拢创下新高。死亡个案内底有2个幼囡仔，今年到今已经有7个囡仔重症死亡。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咱国内疫情也在高原期，嘛有估讲全台湾上济会有460万人确诊，等于是5个人内底就有1个人会去围着。新冠本土疫情连续3天维持伫8万外例，26礼拜是新增加81852例，湘北的病例数也是继续降低，也是新北市新增加17000外例上济，台中市9000外例，头一遍超过桃园甲台北排第2。中东症新增加333例，死亡的有104例，拢创下疫情以来单日的新高。104位的确诊者死亡，那其中97位是有慢性病史，那74位是没有打满3剂的疫苗，那有62位是年龄超过80岁。死亡个案当中有2个细汉囡仔，拢是之前公布过的重症个案，一个是4岁的查某囡仔，无慢性病史，因为发烧就医。后来因为出现规身躯慢咩，甲尾因为急性脑炎、真侪器官衰竭死亡。另外一个是1岁外的查某囡仔有肠仔脱气的病史，因为发烧慢咩就医。23也是因为败血性休克不治死亡。累计今年囡仔的重症死亡有7例。7位的这个死亡的儿童的病例那总共有5位是因为脑炎，1位是因为败血症，还有1位是因为在家中死亡法医相验是新冠肺炎的关系。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疫情还阁伫个高原期，20%人感染是上紧绷的，也就是460万人会确诊，而且预测这个高原期恐惊会拖1-2个月。台湾的话，我认为会稍微可能会长一点，因为我们的坡形相对如果跟香港或者韩国来比，纽西兰来比都还没那么的陡峭那越不陡峭，那相对的时间就会放得比较久。那不过每一个人的一个预估都不是很相像，不过1个月到2个月是目前我们现在在亚洲几国所观察到的一个情况。另外，本土疫情严重，指挥中心渐渐宣布放令病院的专责病房护病比为原本1:5放令到1:9，也就是每一个护理师照顾病患的数目增加，引起护理师工会抗议。对这件代志，陈时中答应会比1:5的原则1:7是上紧绷的。另外，为了减轻较弱势人的负担，会免费发放中介收入户每人5份快台剂，长照机构居民每人3份快台剂，一定有80万人得到这个好处。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赶紧来关心天气啊！今日的日时，咱继续是受锋面影响，伫西半部雨水较高。气象局目前嘛，同款有针对18县市发布大雨，也是大水雨特报。咱来看分图。今日的顶半天，各地同款高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尤其是西半部雨会较粗，中南部落雨机会会增加。气象局伫早起，嘛有针对18县市发布大雨也是大水雨特报。若下暗开始雨水就较减少，明仔载雨会搁较少。温度的方面变化无啥大，今仔日的高温是27度至30度，低温是22度至25度。明仔载拜六开始透西南风，雨水就减少，只剩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是过头爱说西北风。另外要提醒乡亲，后礼拜2阁有锋面会瓦紧，天气会变较无稳定，西半部阁会开始落雨。最近的天气拢无啥稳定，乡亲就要细致，但雷公、强阵风、溪水涨流。另外最近嘛较唔好挖进山区。因为黄sơn雨方面到位，咱全台湾这几天拢在落大雨。南海公路明北去路桥变桥，因为溪水串流，强要制作袂了。德鲁古的堰口步道嘛，因为土石落落来，所以即马暂时关起来。溪仔水内底拢是土沙，一直流落来，连日落雨造成土石流冲落来，河床拢变真悬。南海公路明北去路桥跨越水区的钢铁便桥，通风长面到2人位置，已经对10公尺缩减到6公尺。虽然钢铁便桥已经经过这几天，一天上悬雨量140毫米，不过就惊有更加大的土石流甲雨量，便桥唔知挡会牢袂。明霸客户桥上下游各150米的部分，再将我们的沉沙石再把它清出来。方面大来大雨影响山区的交通，南怀这几天真侪路段出现路潮，梅山口到向阳路段27会来封闭。
有一点，因为里面很漂亮。北部游客来到沙卡当步道，看到入口封闭的告示，感觉真可惜。泰鲁阁国家公园的沙卡当，也佮有德卡伦步道，因为专案工程维护分别封闭到7月到9月初。堰口步道因为最近一直落雨，边坡出现落石，即日起封闭维护到6月8。最近寻到说上边坡有石头，可能比较不安定。气象局提醒，26下晡进入第二波落雨的高峰期，西半部地区伫暗时到27日日时可能出现局部大水雨，特别是中南部雨势真明显，也提醒民众出外爱小心开车。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因为中国的企业伫偷来咱台湾乌人才偷摕技术，咱的调查局已经展开第2波全台湾追查行动，有针对10间技术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搜索，毛约谈20个业者，尾也是依照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上班。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32岁查甫人，那亲像是互讨笑，全走去新德关新方向，渣打银行抢银行，伊是提空气枪威胁行员，甲钱交出来。尾也有抢走175000块，也毋过伊还未离开银行，就随互警方抓到啊。来看联合报，财政部是宣布讲，有售出红单也是买卖契约，拢算是拍契约的行为，所以红单交易的所得嘛爱纳入房地合一税2.0的规范，税率上悬45%。民众只要伫去年7月初1到昨昏有红单买卖，伫6月30之前主动补税，就免加利息，嘛唔免处罚。来关心本土疫情，即阵共款真严重，国内经济嘛受影响。行政院伫昨昏已经启动振兴方案，一摆是提出345亿，要补助观光运输业、餐饮业，也甲艺文业，也佫有一寡失业的劳工。也毋过今年，互观光业的补助未够补助员工的薪水，该鼓励业者组特色团，若无对团的自由行的旅客，嘛有带饭店的补助。这间伫中台湾的大型游乐园5月开始，伫北上市增加休园的日子，因为受疫情影响，入园人数甲假期比较，敢若剩2成。因为疫情冲击来自产业，行政院宣布启动新一波振兴的做法。产业对象有餐饮业，甲包含会展艺文在内服务业，也运输业甲观光业，有月投入164亿9千万块。另外也推出租金权利金减收，对贷款方案延长期限。另外原有协助劳工的做法也会搁再来延长。除了提供包含餐饮业、会展、运输、观光等产业相关的补助外，劳动部也已经宣布，过去疫情期间针对减班休息劳工推出的充电再出发训练、安心就业、安心及时上工这3大计划，以及针对青年就业的奖励，都将延长到明年6月底。其中被看做疫情上严重的观光业，振兴方案真受到关心。观光局初步规划，旅行业者若是做特色团，会得到每团补助2万块起；那请无头家导游领队，佮增加补助1万块。对自由行旅客，平常时住伫合法的旅店，每案补助800块；那绿色旅店也是星级旅店，即特色的旅店，会佮再增加补助500块。观光游乐园的部分会推出大人票3节的补助。对于目前呢，已经是第3波最严重的疫情海啸来说，以我们游乐园区现在呢这个业绩是掉了这个80%以上，所以当然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纾困的可能。就是你要组到一定的团，有人去住你的旅宿，有人到你的游乐园，或有人搭你的公路客运，我们才会用这样来做一个补助跟以前纾困不一样，以前纾困是。不管你有没有做任何事情，都就是人头的一个补助。交通部长王国才讲，因为国门可能无遐尼紧开，活络国内旅游是交通部所来进行重点。交通部向行政院争取的60亿预算内底，5亿要保护客运，其他用伫旅宿观光甲游乐行业。不过国内疫情严重，振兴方案是毋是带动大家出来佚佗？交通部坦白讲，最近也佮甲业者座谈，听取意见，才佮公布振兴方案详细内容。记者综合报道。从昨开始，所有的民众只要是快提出阳性，经过医生认定，就算确诊。因为政策改啊，所以即马去验 PCR 的人随减真济。社区体检站即马嘛拢在转型，改做有医生甲民众看诊开药啊。疫情指挥中心是嘛提起讲，若是出现症头感觉无爽快，快体是阴性的，嘛爱赶紧去做 PCR，总共验出阳性，挺好量查治疗。
医护人员规身躯红麻麻，徛伫边仔引导快筛阳性的民众，伫大雨的午后来松山机场的采检站，准备予医师进行诊断。5月2日，快筛阳性新政策实施，医院所内 PCR 需求大幅度减少，也予松山机场采检站面临转型。未来是以看诊为主，让采检失败第二。PCR 的这人就变少了，所以我们在整个医护人力的规划上面，我们加开了诊间加开了这些防疫的门诊我们设置了6个诊间来满足民众在这方面看诊跟拿药方面的一个需求。正式实施的快筛阳性算确诊是部分年纪甲族群，民众会当出外予医师诊断，毋过袂使坐大众运输工具，而且必须将快筛阳性的检测片放入去封密的录仔内底，早去医疗院所。若是想要利用医药实行看诊，嘛爱将快筛阳性检测片写家己的名、检测日子。再搁甲健保卡放做伙翕相，实行诊疗的时阵，将这个相片传起来。目前国内差不多2300间诊所加入实行看诊。新制度实施的头一天，医用的民众真侪。原本5分钟就会当结束的一般门诊，有当时因为病患资料准备无齐全，还是网络的问题，会去拖着时间。快筛阳性算确诊，有医师烦恼，目前快筛试剂20%的机会会出现假阴性。若是其中有动静因素的人，快筛假阴性无去查到，比快筛假阳性的较危险。你如果是快筛阴性，那有症状，所以在一些 PCR 可以来检验的方式，就会让这所谓在伪阴性的部分就比较能够呈现出来。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于快筛结果判断若是有疑问，医病中间无法度达成共识，有动静风险因素，也是快筛阴性了后，也是有明显镜头，有接触史，建议也是要去社区采检站进行 PCR 采检，通量早用药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昨昏的死亡病例有104例，各创下新高。台北市长高文哲即马就预告讲，这几天死亡人数会阁继续升高。那因为即阵快筛出阳性，就会当当作是确诊。新北市政府是呼吁民众，若是验出阳性，会当透过视讯看诊，唔通出门，才会减少受危风险。当爸爸30年没有照顾过小孩子，现在变奶爸，我再看他们有没有发烧了，药有没有吃了嘛。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家己变做奶爸，因为后生查某囝2快速检查阳性，后生是毋是发烧真严重，送急诊，一家5个人已经有3个人确诊啦。国内疫情真严重，为着保全 PCR 采检的量能，全民快速检查阳性，经过医师判断，定有是确诊的政策实施啊。不过郭文哲坦白讲，国内通讯诊疗基础建设还未完成，医院真侪爱配合改善呢。其实每一个政策它引起的后续的一种反应相当多了，对，所以有时候它需要要有一些前置时间的哈，所以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就赶快应变了。特别在临床上今天我发现这个死亡人数是新高啊，一天104个，还蛮多的，恐怕未来几天恐怕还在上升。郭文哲有笑，死亡人数就可能会搁再增加。新北市的部分虽然确诊7日线有小可下降的情形，也过副市长刘浩莲认为，假日效应加快速检查阳性，定位是确诊，拢会牵动确诊人数有悬有低。也呼吁民众快速检查阳性就以远距离的诊疗为主，若是有必要出外到防疫的急门诊，也是社区的检查站，一定要甲喙炎挂好，避免坐大众交通工具。18家社区筛检站。部分还持续做 PCR 以外，我们也转型做防疫急门诊，协助判断我们所有快筛阳能视同阳。另外，台北市宣布对5月2日到5月31日为止，凡是涉及伫台北市的65岁以上老人，无论是注第几剂疫苗，除了会使摕到1000块的商品券以外，另外送2剂快速检查试剂，希望就此能提升老人想要来注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0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计共是增加8190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的病例是1640271例。中国的病例伫 WHO 通报的数字超过254万例，日本是超过874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5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是超过3000万例。
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2900万例。面对疫情，中国坚持清零，所以上海已经封城封2月日。不过，因的政府嘛已经宣布讲6月份因会解除封锁。那这几天有一寡所在民众嘛已经会当出门去买物件。若伫北京，虽讲无封城，不过即阵管制措施是愈来愈严。欧洲迄边，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机场除了爱应付疫情，即马阁因为员工伫罢工，机场规个乱糟糟。中国有2500万人的上海，为3月底开始的封城管控了后，特别为6月初开始正式解封。虽然上海市中心的行政区差不多全部拢封锁，不过市外部分行政区的居民，这几天已经会当行出家门去买物件。上海的各高中生也为6月初开始会当去学校上课。上海的中国国家会展中心3月底互人改建成临时病院了后，差不多有7300个病床，治疗2.5万的轻症患者。25也正式结束营运。若是中国首都北京有2200万人，虽然无实施封城管控，不过防疫的措施也是真严。过去1个月，伫北京来往各区公司甲公共场所，坐公共运输甲计程车，拢爱摕48点钟的 PCR 阴性证明。虽然确诊数渐渐降低，不过北京煞宣布因为疫情，天安门广场将关21天，拄好包含六四事件的敏感时间，以互外界伫怀疑关起来的目的。另外，为着疏解伫城市生活的郁闷，北京为今年清明节过了后，流行露营甲野餐，所以相关产品的业绩成长1倍以上。心情嘛，最近疫情都比较烦闷嘛，我觉得出来露营呢，大家的心情都会放松一点。那是欧洲第2无用的国际机场——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机场，为4月开始，因为机场安检甲托运行李人员收连续罢工，再加上新冠疫情，一寡员工请病假，所以机场真欠卡手。那机场的航班大乱，出入境旅客客满规个机场大厅，甚至必须提早4点钟来报到接受安检，引起真侪人不满。Ja, wij waren goed voorbereid, dus wij wisten het, maar dit hadden we niet verwacht. Dit overtreft inderdaad wel alles. 史基普机场员工的工会代表威胁讲，领造机场也无设法改善工作条件，因为6月初开始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为疫情转好，搁面临热天旅游高峰，史基普机场真乱的情形可能会更加严重。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镜头来美国。美国直定发生枪击案，顶一日德州的国校嘛发生严重的枪击案，造成21个人死亡。即马各界佫开始在关心美国枪管制的问题。民主党是要求讲要赶紧立法管制，也毋过步枪协会还有德州的州长拢讲这是人的问题，毋是枪的问题，嘛互枪的管制法案真恶推搡。富华德城镇的家长伫一堆书会目屎是顶袂煞，德州一间国校拜日发生重大枪击案。夺走21条人命，包括19个7岁至10岁学生，还有2个老师。德州的州长证实，这个犯案的18岁青少年拉莫斯并无前科，不过伫犯案进前捌3届伫人面前，伊有伊要杀人的消息。因伊的亲戚朋友是讲，拉莫斯捌伫学校去互欺负，甲因老母的感情嘛无好，捌闹甲警察局去，而且嘛有伤害家己的行为。因阿公甲伊做伙大，因阿公讲，伊完全唔知影因孙有买枪。嘛想袂到，伊竟然做出这种无天良的代志。And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I feel for all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这个枪击案，互美国各一届讨论管制持有枪的争议。为总统拜登、到国会民主党，拢大声要求爱通过相关的立法。To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imagine if it happened to you. Imagine if this was your kid or your grandkid. How would you feel? Could you ever forgive yourself for not supporting a simple law that would make these mass shootings less likely? But I'm here on this floor to beg, to literally get down on my hands and knees and beg my colleagues. Find a path forward here. Work with us to find a way to pass laws that make this less likely. 全美步枪协会按算拜五会照常伫德州举行年会，宣布讲会发表重要的演说，已经伫国会延前9年的管制枪的法案，伫济阻碍之下，恐惊是真恶有进展。公司新闻詹回斌编译。那三内加尔有一间病院25半暝回收处，有11个红鸭不幸过往，敢若救着3个红鸭尔。官方是表示，盗火原因是小拍电。
这位训练人突然间昏倒，也个几位妈妈伫咧流目屎。西部的城市蒂娃娃内一间店发生火灾，有拄将出现幼婴不幸死亡，这间店才拄开啊呢。 saxaar ba pay tàng jër nag. démb laa doon ngénte fii la ñëw tudd ko yaa ngi dégg amuma lu dul toog ba guddi ñu woo ma ni foofu fi liir yi nekkoon lakk na. 总统推文表示哀悼，卫生部长讲是电线烧破电才导火。 Nous sommes venus approcher les populations,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s parents et tous les responsables meurtris par cet événement. pour le partager avec eux, dire notre compassion. 塞内加尔公共卫生设施不发生过几多变意外，城市甲增加医疗品质差真多。4月底，伫北部一间病院发生火灾，造成4个婴仔死亡。官员讲是3个病房的空调设备故障。1个月月前，有一位有薪已经9个月嘅爱破腹生的妇女，到北部的一间病院，验过病院讲伊无事先安排，所以袂解收。 上尾啊，这位妇女不幸死亡，引起全国的愤怒。对国家的公卫体系这么恶劣，无法度接受。2礼拜后，卫生部长萨尔才承认，代志本来是会当避免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已经拍3个月，战场虽然无伫俄罗斯，但过俄罗斯的人民生活是大受冲击，因为国际上集体对因实施经济制裁，致使俄罗斯的失业率、经济成长即马拢严重恶化。住伫咧莫斯科的塔提安娜，6月时阵要结婚，伊甲因翁本来打算去土耳其度蜜月，但过旅行社劝因莫去。 Она нам открыто сказала, чт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краинских женщин работает в отеле, и неприятности бывают. 塔蒂安娜担心和反俄罗斯的情绪破坏旅游的胜地，最后决定改去克里米亚。因为原本5月要去伦敦度假的马宁娜，伫咧俄战争了，机票起价，再加上 Airbnb 停止俄罗斯的业务，订袂到大的所在，也临时改变行程，开车伫咧国内耍。 俄战争的战场虽然无伫咧俄罗斯，不过俄国的人民也感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压力。出国旅游省拄到真侪困难，像英国的签证歹摕，特别欧洲的班机取消，俄国银行的信用卡伫咧海外无法度用。 В принципе, конечно, немного обидно за то,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планы по заграничным путешествиям в Европу, там, в город мечты. 若出国算受影响，俄国的经济也受到孤立，外资企业拢闪走。伫麦当劳了后，星巴克8月宣布，俄羅斯130間分店拢關起，資遣2000位員工。Well, I think it's a necessary move. There was no way that Starbucks could legitimately continue operating in Russia with no end in sight in the war. 有超过600間西方嘅企業講要退出，或者是減少俄羅斯嘅營軍，賣場內面西方品牌物件攏無去，消費降價，外資攏停落。We see deterioration in the economy now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sectors. Companies are warning that they're running out of inventories of spare parts.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put their workers on part-time work, and others are warning that they may have to shut down entirely. So there's a real fear that unemployment will rise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that there will be a big drop in consumption and retail sales and investment. 專家擔心戰爭若繼續，外國企業撤離嘅動作會變緊，俄國嘅經濟可能會進一步衰退。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譯。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是以北韓開核試射飛彈做理由，要佇聯合國加強制裁北韓，不過中國甲俄羅斯反對。來看美國嘅國務卿布林肯有發表美國對中國嘅政策，有譴責中國破壞台海嘅穩定，嘛講會擴大聯名對抗中國嘅威脅。來看世界衛生大會，明仔載就要煞股啊！今年有儕國家攏有公開發言支持咱台灣愛加入。啊，那法國、德國等一寡大國家，啊，攏有學到咱台灣對世界有貢獻。
疫情影响经济，即阵大家日子歹过。行政院阁宣布讲，买规桶的即马家庭在用规桶的家事，到9月底进前拢未起价。另外，嘛继续维持免扣黄豆啊、麦啊、甲番麦进口营业税。啊，若牛肉、肉达免扣关税。啊，阮土、汽油、柴油免扣货物税。要用减税来救经济，嘛希望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当坚持4%。订号热欠芳做招牌炒饭，小店店开店做生意，雅事容量真大。针对行政院宣布，汤庄雅事为6月底至9月未使去减轻民众的负担，业者是讲帮助有限，因为疫情已经2年外，一直去紧加调的硬动。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收入啊，就是维持一个店的营运而已。做冷面业者无奈表示，阮物料拢起，毋过毋敢调悬价销，惊民众毋来买。希望政府会当体谅百姓，进行措施，会当互人更较有感觉。夏天我们这边很热，夏天现在都开冷气了，那夏天会更多时间都是冷气啊，那所以店也要冻涨啊，那瓦斯也要冻涨，这样是最好的。行政院减轻业者经营成本，针对关键原物料减征收，包含免征收黄豆、小麦、番麦的营业税，减免小麦啊、牛肉、奶油的关税，也甲红毛土气、柴油等4项货物税。另外，汤庄雅事甲9月拢无起价，国际局势不安，也互外界关心台湾经济成长率有法度保持无？主计总处应该在5月底的时候会公布新的一些估算哈。那不过我们认为就是说哈，能不能保住4，这不敢讲，但是我们至少也要希望能够接近。如果真的不能保4的话，我们要接近4了。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达到6.45%，创下11年的新高。不过今年保持恐惊有难度。国发会指出，俄乌战争造成原物料、粮食的价销大起，也有美国6月、7月可能会过相关利息。咱台湾当地经历甲疫情共存艰难的时阵，无法度保证会当保持，不过会拍拼去做。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儿童 BNT 预防针已经开始咧注射，台北嘛有真侪家长赶紧带囡仔去注。啊，那伫高雄是专工开5月注预防针的特别门诊，伫屏东是有33大个卫生所有咧替囡仔注射。学生排队等要注疫苗，台北市开始注儿童 BNT 疫苗的头一天，透早就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注射，现场有规划报道、门诊、注射甲观察的所在。开放注儿童 BNT 疫苗了后，嘛出现有的人全排注莫德纳的情形。以台北市民团国小做例，原本有135个人按算要注莫德纳，后来有114个人决定排注，拢总超过8成。也若即届非随的注射率是超过5成。全台湾开始甲5岁至11岁囡仔注儿童 BNT 疫苗，因为烦恼5岁囡仔注射的状况会较侪，所以高雄市府推出5岁特别门诊，由咧读病院甲高医等等8间医疗院所来负责。透早开门诊前，就已经有家长带囡仔来排队。不好预约，蛮抢手的啊，所以就是预约好像听说一下就满了。晚上8点开始嘛，那8点到了，其实一直连不上去，啊，忽然就过了5到10分钟，忽然就连上去，然后就预约到了。有的家长讲，开放预约的时阵，网页还佫故障，试真久才总算成功。也若有的是几个家长同一个时段连线，先到一个人就替大家预约。小朋友打完针的一些不舒服，不要认为绝对是打针的副作用。好，如果有严重的精神食欲下降，或是开始发高烧这些情况，其实还是应该要给医师做一个诊断。医师提醒，注疫苗了后可能会发烧，不过囡仔若是发烧佮兼肾豆豆，甚至是会带等等的症状，都要注意敢是去喂着新冠肺炎。唔通因为注疫苗就认定讲所有的症状拢是疫苗引起的。另外，辉瑞 BNT 儿童疫苗，屏东县为2日开始，33个乡镇市的卫生局嘛开放注射。各地注射的地点人是拢吵，因为天气歹，伫落雨，真侪家长带囡仔伫咧车路边排队咧等要注射，嘛引起袂少民众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有真侪县市拢已经宣布是停止去学校上课，改用网络伫线顶上课。啊，那后礼拜咧，根据统计到昨暗，目前咱全台湾敢若新北市宣布讲由学校家己决定。啊，那其他县市即马拢已经宣布讲线顶上课要搁延1礼拜。挂耳机听课那写字，电脑荧幕变做是教室的黑板。一个细粒的查某学生，住伫咧婚林图库，读国校5年啊，当伫咧线顶上课。不过地点却是伫咧图书馆。我们家只有阿嬷的手机，可是阿嬷平常会用到，所以我们都会来图书馆或者是在家用学校借的电脑。前一天是因小弟去图书馆上课，
因为遮地啊，敢若甲学校借一台电脑转去厝里用。另外一个人就要去图书馆线顶上课，为着让遮有特殊情形的学生会当较利便，图书馆嘛甲40分钟使用的限制来取消，让因会当专心学习。即马疫情要长严重，各县市的线顶教学嘛宣布要延长。目前正在疫情的高峰，非常的严峻，也因此呢，我们决定这个停课不停学的计划再延1周。我们下个礼拜大概还是继续线上教学到6月2号哈。到2日下晡5点为止，全台湾本岛各县市拢小连续宣布，甲线顶教学延长1礼拜。外岛的金门是国中以下延长到6月初2，也若高中制是学校家己决定。连江县是为6月初6至初10，国中国小采用线顶上课1礼拜。平湖县也未决定，也若新北市是暂时无要缀咧办理，以及部分地区线顶上课，部分的所在实体上课。他的政策朝令夕改，对我们这个小老百姓来讲，本来就很难去适应。到底要怎么去做？然后网络很不稳定，然后就那一整天的课，我基本上都是断断续续的，在演，好像就是影响会越来越大。有家长认为讲，那看情形，那调整线顶教学的时间，对因来讲是真歹处理。也若学生是烦恼，会影响学习的效果。不过即马疫情当严重，目前敢来当缀咧配合。也若敢会提早休热，教育部表示，这有关应届毕业生甲新生入学的权益，影响的层面是真大。目前并无提早休热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节伫要到位啊，也毋过即阵本土疫情滚价，即马家己台南、屏东拢经宣布讲，今年白龙船的比赛要取消。那高雄是正做南部即马唯一一个佫照常举办的城市。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表示，因会用高规格防疫来保护选手。请点青蛙，点龙鹅。门门啊，河中24只龙船由市长陈其迈佮贵宾照鼓励开工点眼，嘛祈求平安，疫情赶紧过去。其实这礼拜高雄确诊人数一直增加，南部其他县市已经陆续宣布无要办龙船比赛，敢若剩高雄决定照常。龙舟赛它是属于户外的这个活动，风险会是比较低，采取高规格的防疫的措施，也包括必须打满3剂，而且比赛当天还要进行这个快筛阴性。文化局表示，因为南部其他县市停办，高雄今年有袂少其他县市的选手参加，拢总108队2200人报名。虽然南部疫情紧张，目前也无报名了临时取消的队伍。目前为止，其实报名的人数大概还是一样，就是2200人左右。那这个人数其实并不是历年最多，我想也是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高雄肉粽节龙船比赛已经停办2冬啊，今年6月初3到初5伫爱河举办。市府表示，台北、新北嘛照办，因会甲选手甲观众分流，只要防疫做好势，日常节日活动就会当照常。记者陈雅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地东县的农民，最近是发现讲产地的稻啊拢拍切。专家是认为讲，应该是咧报产的时拄着落雨才会安尼。那台东的气象站有统计，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有日头的时间啊，加强干那87点钟尔，这嘛是最近10冬来上少的，所以嘛影响到稻啊的成长。关山镇的农民手提规重的稻啊，切一个甲地落内底竟然是空的，农民的心情是足着急的。农民讲，可能是最近雨一直落无休困，而且温度一时寒一时热，才会造成稻啊变作是拍切。不过有专家去现场了解，认为目前雨季甲温度，换啊寒换啊热，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有的农民较早布园啊，伫目前雨季来进前，稻啊的花就已经开啊，地属稻啊无法度让花有关系。有的可能都只剩下1-2成的稻子而已了。139的台埂11号，其他拢总差不多拢总对。目前接获到的讯息大概都是局部的，以早插比较严重，然后另外就是在开花的时候，它刚好有降雨的时候，它会发生的特别严重。这几年台东县的稻啊受到气候的影响，造成农民的损失。根据台东气象站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落雨的时间，比前3年同期的平均大较侪天。那今年1月份至5月份累计有日头的时间，嘛是这10年来上少的，敢若有87点钟。5-6年来降雨日数4、5月都是在下降的，那今年有很明显的在增加，每年的1到5月的日照时数都在87小时以上，所以今年算是过去10年来的日照时数最少的一年。
农改场的专家讲，日照的时间变短，稻仔咧洗嘛会变较慢，呼吁还未受到影响的农民，建议慢一礼拜割稻仔会较把水。台东县政府表示，目前农民的损失还阁来做调查，不过今年稻仔强制纳入收入保险，农民若是有损失，会当来申请理赔。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太平区公所甲科技大学合作，有几位古早味的囡仔耍，要互大家体验看讲阿公阿嬷时代因的佚佗物仔是啥物，而且伫现场阁有布袋戏通看。古早味的东公仔车轻狂响，囡仔一抓接一抓，来比啥人走较紧。另外一边阁有布袋戏红啊，通人看卖，身段真木头，拢总有，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新鲜。要啊！大家来共同体验我们的古玩的体验活动和我们的布袋戏的展演让我们小朋友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古时候文化的特色。台中市的太平区公所和轻一科大合作，规划古龙庄文物馆的体验活动，带太平国小的学生来体验传统的囡仔耍甲布袋戏文化。了解在地因果生活，让我们的孩子来亲身来体验这些童玩，透过童玩的当中也增加很多的乐趣的也知道其实生活当中不是只有3C 而已。透过体验活动，能让现代囡仔体验到3C 产品以外的趣味，轻一科大学生也会当行入社区来服务，更加是促进社区世代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臭甘蔗臭沙，真侪叶仔就会拼伫田里，毋过这个甘蔗尾幼圆真营养，拼掉真无彩。伫森林土库，就少年农民甲田里这尾仔的甘蔗尾捡转去饲水牛。甘蔗毋但会当做糖，这甘蔗尾也会当做水果点心。农民林家良趁甘蔗园收成了后，有一寡甘蔗尾就特别捡转来饲牛。即马要食到这现挂草仔甲罕见，取落来甘蔗尾，通好互水牛做点心。拄多是甘蔗咧采收期，阮拢会去甘蔗园内底去捡一寡甘蔗，水牛食。因为牧草东北季风落来的时阵，就欠牧草，拄啊，即个时阵会用补足牛要食的一寡牛草就对啊。因过农业时代，饲牛来斗做事是真事上的代志。农民也靠一寡菜色头仔尾，甚至挂一寡叶仔草仔等来饲牛。也因为农业靠机械收成，饲牛的人减少，要看到这款捡甘蔗尾饲牛的情形，会当讲是愈来愈罕见。阮饲牛的人就会来捡甘蔗尾，等下来饲牛，安尼会用符合讲，即个物件会用伫咱土地内底用个。继续去循环出来，就是一点仔拢无浪费掉就对啊。真侪做事人拢甲牛当作是家己亲人伫咧照顾，这有香味果甜味甘蔗尾，水牛是食甲真欢喜。虽然真侪所在已经不用水牛拖嚟种植，毋过甲水牛当作宝贝农民，有权会照顾因到100岁年老。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1920年日本时代捌做过老师的简介，因为要帮助农民反抗压迫，团结2万多的农民向日本政府抗争。嘉义县的永庆高中即摆有规划特展，要互大家了解咱台湾早期的这段历史。感激学生感恩人伫台顶演讲，分享老爸推动农民运动的印象。嘉义县永庆高中规划感激甲日本时代农民运动的展览。希望学生认捌这段历史。从前那么艰苦的状况之下，学生都很努力在上进。那现在有那么好的条件，更不应该放弃。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向上的精神看能不能影响到学生改变。展览当中有真侪感激参与农民运动的相片资料。校长指出，感激推广农民运动迄当阵，毋但来过家己，搁伫伫家成立台湾农民组合家己机包。迄当阵是中南部上侪人参加的机包。嘉义县它是以农来立县，那在早期简吉先生他在做农民组合运动的时候，他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嘉义县的从海区、平原到山区。学校表示，这个展览只是开始，煞来会有在地读早课程，配合嘉义县过去较重的农业发展，希望透过这款机会，增加学生对在地农业的认同，嘛传承历史的记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另外消息来关心，台铁工会为着要抗议台铁公司化无大成本参详，伫5月7日劳动节时是发起无加班、不爱加班的行动。本地讲伫5日这时嘛要共款安尼，也毋过即马参交通部参详了后，已经达成共识，宣布讲5日这国定假日因为照常上班，所以车帮拢正常。今年5月劳动节，因为台铁公司法争议，台铁产业工会甲企业工会发起卖加班行动，造成标定的车拢取消。原本按算5日节也会发起卖加班行动，不过经过参交通部沟通，25企业工会讨论决议，暂停发动卖加班行动。昨天他们经过很理性，但是也有里面有不同的意见的讨论哈。那他们决定就是端午节取消这个不加班的这个活动。昨天他们的决定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我是希望后面不要再有任何的这个不加班的一个活动。台铁企业工会表示，达成共识包括劳资双方承诺设置安全委员会，未来主法协商共同讨论，上济基金运作合理而且稳定票价，加参考其他国营企业改善员工加薪问题。那后续我们16个执法是希望在年底前能够通过所以从现在开始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会针对16个执法的内容。会跟工会好好来进行沟通。接下来要怎么来推动包括我们交通部的推动小组，然后我们拟出的16个执法，怎么样一个一个端出来跟我们员工还有工会做一些讨论。企业工会表示，卖加班连数目前是先传遍，但是无使用。未来中秋、双十投票日会阁看中央敢有落实承诺，决定是毋是阁有行动。产业工会表示，目前也阁在了解员工对这摆的决议的想法甲需求，会阁再对外界来说明。记者郭冠长随台北报道。从4月底开始，警方已经无搁要接受民众检举红线停车。即阵伫新竹市科航园区附近的街仔路嘛出现讲，明明就抑阁有真侪停车格，也毋过民众拢停红线。明明头前都有停车位，有人偏偏甲车停在红线顶悬。今年4月底检举违规停车的新制上路，警方无搁再接民众检举红线停车。最近有民众发现，伫科航园区附近，驾驶人违规甲车停在红线的情形变较严重啊！大家都会去停红线，然后不停停车格啊。那是为什么？不要不缴停车费啊。就蛮多违停的，人一定会贪便宜啊，这很正常啊，就能规避停车费就规避啊，不然就是看到我们来了然后就走了。警方表示，最近有注意到乌白停车的问题，未来会加强附近路段的巡逻，希望民众千万唔通随意违规。本分局将持续加强该路段巡逻、取缔违规，并宣导民众停车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警方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想要省1点钟20块的停车钱，且违规停红线，若是由警方开罚单，是会罚价600至1200块。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那家己大闹有民众投讲，因徛街附近有2箱的畜牧场偷漏垃圾水，即嘛造成因饮餐用的猪仔油氧化真严重。所以嘉义县政府即嘛有成立联合稽查小组，已经开始咧排水口设监测系统，嘛有专门咧检查排水管也有水质。环保局人员拢入去排水沟内底，要来取用水管的水质。为20日开始，嘉义县政府农业处甲环保局都会无定时来大拿这间畜牧场稽查，因为附近社区检举因讲排出来的水造成污染。它的那个废污水的状况其实我们还会再不定期来检视。那目前已经先在它周边的水体装设那个自动的水质检测。那同步呢，我们下午会在它实际制成的时候也会再来做一次稽核。5到外的猪仔水互我拖到满时。例如讲，这区猪仔是边仔饱和公顷参项的灌溉用水，即卖油氧化严重，拢是因为这间2箱的畜牧场造成的。头顶伊污染落来，个排水落来，变造成阮个灌溉用水氧氧化，氧氧化了就是变讲都伊水排出来变臭的，而且头底什么成分咱嘛有的咱嘛无清楚，你也时间规片污染落的时阵，规片的农作物拢去，阮遮农民要食啥？
例如讲，为古早无自来水的时代，这区边仔就提供庄内民生用水，进前嘛是呼吁家己找一个所在，希望县政府重视排水甲移动环境卫生的问题。那3个月了后，却无场的排水，阁无法度符合标准，就应该甲撤销。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中国。中国今年甲当已经有真侪大城市要采取清零，所以实施严格封城。亲像上海就已经封2个月，真侪外国人惊无自由，挡袂牢，拢赶紧离开中国。即马连国际学校的外国老师拢欠，甚至要招，阁招无人。一寡学校恐惊真紧，就因为无老师爱关门。伫北京甲广州的国际学校，最近校门拢关掉的。因为伫即边的 Omicron 疫情发生了，当局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学校拢改做伫咧线顶教学，上网课无问题。不过防控措施真严，互爱自由的外国教师挡袂牢，拢想要走。We're finding a new pattern emerging of teachers and leadership and basically all constituents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 are choosing to leave China, so that candidate pool within the country has shrunk. 中国的国际学校发现，外师的流动率自过去的1.5提悬到4成，造成新学年老师无够，要对国外找新的老师也真困难。Many heads have told me that they have been spending up to 300 hours or more trying to recruit teachers to come to China. But now,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reading about the lockdowns and just don't feel a need to subject themselves to that. So they take jobs elsewhere. 中国全国有821间国际学校，真侪中产阶级的父母拢认为，若囡仔读国际学校，较有法度入去好的大学。对国际学校的师资加教学品质要求拢真悬，也是老师歹找原因之一。You have to have at least 2 years experience. You have to be qualified in your subject, which means either homeroom teacher or specialist subject, depending on the level you teach. So that there are people in China that schools just simply can't hire because they're not qualified. We could not get visas for them. 中国的国际学校因为封城等原因出现老师无够，有学校就讲因为师资无够加学生流失，有可能因为政府的清零政策被迫爱收起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顶半天各地同款高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尤其西半部雨会较粗，不过下午开始雨水就减少啊。那明仔雨水搁较少，礼拜四天气搁较稳定，高温有30度。爱等到后礼拜2才有方面的瓦见，西半部就搁会开始落雨啊。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28度。外岛18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